回家过年的你。然而到家后，精致不过1秒。姑娘，今晚想吃啥？晚上我做。我也不知道吃啥，没啥想吃的。回来前就让你把什么想吃的都告诉我。哎，你给我总结了个5000字小作文，现在又告诉我没什么想吃的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说回家想去滑雪吗？今天去啊。我说的吗？是我说的吗？不是吧？来，大姑娘，妈给你包压岁红包。谢谢妈妈。哎呦，也不知道过年前啊，谁说的？哎呦，你们不要给我包压岁钱了，我独立女性了，以后啊，我赚钱养你们啦。哎，年前的我还是太年轻了，妈妈的心意哪有不领的道理啊？这必须得收。等我以后啊，我出息了，我孝敬你俩。